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鸿牧师。今天11月10号在家会主，我们要分享的是面对他国灾难的态度。我们要看的经文以西结书25章1到17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至高的上主这样说：因为你们拍手雀跃，幸灾乐祸，瞧不起以色列的土地，我要把你们交给外国人，他们要来洗劫你们，我要消灭你们，使你们瓦解不成国，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以西结书25章6到7节。经文，上帝透过先知针对列国的预言，关于亚门、摩押、以东还有非利士的预言他们未来的命运。当人类面临新冠肺炎肆虐的危机，我们知道全球都面临医疗物资的短缺，特别是疫苗、口罩等等防护衣啊。那台湾更面临无疫苗可打的危机，并且我们一度面对疫情升温严峻。好在有欧美日等各国看到台湾的需要，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受到中国不断的拦阻我们取得疫苗的这样的一个阻碍，所以他们就展开雪中送炭的行动。从日本、美国陆续有赠送台湾各种厂牌的疫苗。那当然我们有回赠有这些的金钱，还有口罩的防护衣等。那最近我们看到11月2号美国又赠送我们1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使得我们度过艰困的时刻。而台湾同样的也看到其他国家面对灾难，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等等这些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踊跃的金钱捐献。那疫情我们也提供了口罩、医疗物资，那最近甚至我们可以提供高端这些疫苗给我们的友邦。其实透过这样彼此都得着益处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先知在25章1节到32章的32节当中宣讲，他们预言亚门、摩押、西尔、以东及非利士人，他们要遭受报应。这些国家其实除了非利士之外那西尔之外，其实与以色列人都是有兄弟的关系。那他们理当应该善待上帝的百姓，因为兄弟嘛，要和好要彼此善待但是他们却恶待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审判的手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周边的7个国家而发出的。他们看到上帝的子民受辱，内心沾沾自喜幸灾乐祸了，好像我们台语说应该那样。然而先知就提醒他们上帝掌管一切他既会因其子民的过犯，他们做错了，我惩罚他们，但是你们嘲笑他们，也会对列国的罪恶做出审判。此外，先知又提醒他们，不要以为犹大受巴比伦入侵，你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和利益。你们不要这样想先知
在本章就责备亚门、摩押、以东、非利士他们的罪行。先知也宣告你们未来的下场是怎样。来，我们先来看亚门亚门因为眼看以色列的窘境，沾沾自喜，甚至蔑视和嘲笑他们，所以在这边上帝要把亚门的土地交给东方人做产业。那到时他们跟他们所嘲笑的对象人牲畜都要被毁灭，就是他们的下场会跟以色列一样，面临被掳的窘境。那摩押他的问题其实就在于他们以犹大家的遭遇来作为认知耶和华的基础耶和华上帝没有用了。他们不知道上帝是利用巴比伦来惩罚犹大，因此呢，以为犹大的惨况反映了耶和华的能力与列国的假神偶像没有什么分别嘛。为了惩罚他们，上帝要摩押如亚门一样，在巴比伦面前不堪一击。过来我们来看以东以东除了有摩押的问题之外西珥是以东的别名了，所以经常对犹大虎视眈眈他们一有机会就想要报仇雪恨，攻击犹大的家。因此上帝要惩罚以东，把人和牲畜都消灭最后我们来看非利士其实非利士一直是都对以色列产生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在士师时代和联合王国的初期。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扫罗王正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但这个一直威胁以色列的势力最终敌不过耶和华上帝的大能。所以从主前的第2世纪就开始这个非利士这个名字便从历史的舞台消失。透过耶和华的审判，亚门、摩押、以东、非利士终于认清谁才是真正大能的上帝。他有能力掌管一切的权柄，掌管万有，但他们为此受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来默想，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做得到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求你赐给我们宽大的胸怀，看见困苦流离的人，能够有怜悯的心肠去关怀、扶持、帮助他们，包括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求你叫我们相信你的慈爱与全能，使我们靠着主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成为你施恩赐福世人的管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